博士，見到新聞報道話外國有間博物館用 Deepfake 技術去令一個已故畫家復活，同一眾參觀者交流，好有趣喎。乜 Deepfake 都有正面嘅用途嘅咩？梗係有啦。Deepfake 其實係一把雙面劍，關鍵係在於你點樣用佢。呢套技術最常應用於電影界，用嚟復活角色或者製作虛擬角色，去完成尚未完成嘅電影拍攝工作，或者進行補拍。仲有冇呢？曾經有位荷里活明星，佢因為疾病而出現溝通困難，Deepfake幫佢回復聲音，令佢能夠用原聲去講述自己嘅故事。原來 Deepfake 有咁多正面嘅用途。你滿腦子都諗住整蠱人，梗係諗唔到好個面啦。道德係好重要噶。哈哈，係出動放大鏡嘅時候啦。Deepfake 係一把雙面劍，關鍵在於你點樣用佢。請堅守理性同埋良知，好好善用科技啊！咁大家如果中意我哋條片嘅話，就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。